上多少人？不過100人。墙外騷亂，长安有大事发生。我曾发誓要守護這片大海。韩將軍的家眷被苗父所俘，時候差不多了，該上戰場了。太史令欲舉2師，為陵游說，犯誣妄之罪。为国而戰，這本是我們共同的理想。因為這樣，就可以把我們逼死。笑話！救百姓於水火，守大明的江山。道德敗壞不過寥寥數人，怎能降罪於天下黎民？我要在全天下人面前洗清我的恥辱。從此山河俱以為家。日華五色，继往開來，你一定要懂得忠孝廉潔的意義。他可是數百年間從未有過的大英雄。